的都市，夜晚顶闪烁，像场的音乐响起阮的身边。虚情点胭脂，假爱孤孤甜，只有寂寞无看见。一蕊红玫瑰，一杯威士忌，像场的戏花围伫阮的身边。明知是虚伪，不愿来离开，因为孤单愈想着你。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，无药通医。不知影思念你原来是一种滋味，酒啉好醉，饮予伊时时昏昏去。瑞啊，你休困者，我来洗啦。免啦，试试就好啊。啊，等下吼，咱店门关好，咱爸一撮吼。我嘛是有安尼想啊。迄阵我倒入病的时，好佳在有你顶的人某甲咱斗相共。即摆换因问题啊倒入病院，咱应该嘛爱来共关心一下。你敢知影倒一间病院？要无我拍电话来去分局问看卖。问题到即摆人还袂醒起来，咱们是要安怎办呐？哎呦，阿玉啊，甲美云都已经有够伤心啊，目屎感觉滴袂停，咱唔着应该甲安慰，互伊安尼看会较好呗。啊，你等到家己咧哭袂停，安尼伊是会愈艰苦呢。好啦好啦，我莫哭啊啦。不过我若想到问题啊，这么可怜哦，我这目屎就挡袂离啦。叫你莫哭，啊！你煞哭甲愈较大声啊！啊！你若继续去哭落，迄两蕊目睭诶，就怎肿起来？到时吼，就哪像迄张枝目啊！你这世人哦，就歹看面啊啦！有顶的啊！问题啊，唔醒起来是要安怎办啊？会啦会啦，会醒起来啦！你无看这是普通病房，迄问题啊，若真正是有遐严重的话，应该爱带迄个加护病房，迄医生护士拢爱徛在边仔，唔敢离开的啦，对无？对，你安尼讲较有理啦，你头壳吼加真好啦。顶啊，我实在吼感觉最后悔呢。那是什么代志咧后悔啦？拢我这支乌仔嘴安尼乌白讲啊，讲吼咱过了真幸福啦，比迄推过因翁仔某吼佫较幸福啦。咱美云吼嘛从来嘛有咱操心过啦，啊但即摆就变安尼啦。哎呦，啊你讲安尼就无唔对啊！哪有无唔对？我遐话一讲煞吼，迄美云电话就敲来电话，讲伊若问题去身着庆子啦。好啦好啦，莫搁当啊黑白讲啊，你的话无遐灵实的啦。你安尼讲吼，我就加真放心啦。刘丁啊，我看吼，问题莫做警察啊。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叫伊死头咯？对啊，做警察遐尼危险哦，我不爱要做警察啦。你莫当遮个讲遐五四三的啦！这款代志哦，要讲啊嘛，就等甲问题哦，醒过来了后，互因翁仔某安尼聊聊去参详。你是凭什么哦？凭你一人讲叫伊莫做，伊就莫做咧。啊，而且哦，你警察去抓犯人，这是公营的代志呢。这个代志若无人要做，啊，治安啥物去负责啊？好啦好啦，啊，说话做你咧甲我大细声，啊，等下问题醒过来，大家来参详就好啊嘛。来看问题啊！啊，恁家车关了。啊，问题。在阮厝边啦。这个，阿瑞啊，你快点来。这样。就这样，行吧。你问题有较好无？有啦，阿瑞啊，无危险啊啦。哎呦，
真多谢你呢，搁互你早回来啦，真正哦，较有心啦。牛丁啊，摕咧插咧花干仔内底啦。哦好。刘啊，我想讲哦，恁大家运动拢还袂食饭，我甲恁挂便当来啦。推哥啊，真多谢啦，即马太食会落去咧。李云啊，你看恁推爸推母啊吼，对你看问题吼是上界关心的啦。啊，你毋着赶紧共说一个多谢。啊，无你就一直细细念念袂煞，后尾哪有机会通插嘴啦？好啦好啦，我莫讲啊啦。啊，你算毋知我这老毛病，我若一紧张哦，迄话就一直讲一直讲啦。你也做我咧爱讲哦，我嘛是挡袂牢啊。好啦，我这个歹习惯哦，一定会改啦。只要问题会当醒起来哦，我绝对袂阁讲偌句话。哎，问题醒起来啊呢？真是啊。你看阿爸母甲推爸推母，因拢会等你精神呢。真多谢哈。阿瑞啊，你看恁一来吼，阮问题啊就醒起来啊啦。问题啊，好你家在你会醒起来呢，啊无阿母啊吼，唔知影要哪个活落去啦。那个阿瑞啊，阮刘丁啊吼，看米粉会当做证啦。你问题大病院哦，我这目屎唔知流偌济去啊啦。若讲到我这个囝婿哦，真正有够可怜的啦，我命啊讲吼，无口无目屎啦，对无？阿母，问题可是问题啊啦，阿姨，搁回去啊，啊才安尼啦。啊，你都要当细细念，伊唔着搁分去。吼，我去叫伊醒来啦。问题。推的，即马真晚，好来困啊。我伫咧想因问题啊受伤的代志啦。看起来应该是无啥物问题啦。对，我伫咧住院的时，人柳顶因人我某也真甲我关心。但即摆因囝婿住院，咱是毋是应该表示一个接着？也毋过一寡钱，前几工仔才落贷款尔。对啊，咱做临时工的钱，当时会当领。原来佫过2、3工才有法度人领。咱明仔载去甲伊参详一下，看会当先借出来袂？嘛好，是讲我看阿玉安尼遐尔啊急，我心肝真艰苦。我嘛是共款，想要去陪伴伊，佫惊愈坑伊哦，伊会哭甲愈厉害啦。人上好是莫拄着歹运道啦，若无吼，无一个人会袂烦恼的。康叔要会听无？有较好一点。我来看问题啊。问题啊，推爸啊，我来推爸啦，再见。对不对啊？有较好。有啦。问题，那推爸甲推母嘛吼，早拢来看你呢。我知啦，对不对啊？多谢吼。那别安尼讲啦，恁丈母安尼看到你安尼受伤哦，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我要烦恼死哦。推母嘛吼，就是惊阮阿母踮要遮里吵着问题啊，伊来请阮阿爸吼，先来带转去啊。哈，若要讲以恁阿母迄个个性啊，就是讲转去厝的哦，伊也是袂食袂困啦。好佳哉哦，有恁阿爸安尼担身躯边伫咧陪伴伊，伊才有法度拢安尼较镇静的。你有啦？这是哦，我教恁对母嘛一点仔意思，来，你家收起来，推爸啊，唔免啦。收起来啦。对爸啊，啊我医药费吼，公家会处理啦，多谢你的好意啦。离婚啊，自细汉时啊，我就来当做是我家己查某囝同款，也你呢，敢若我的囝婿同款啊，只是我一点仔心意，无安怎，你一定爱甲我收起来哦。啊无，对爸啊，遮尔啊好意吼，咱就赶紧收起来啦。收起来好啦。问题啊，啊你安尼好我照样，我转来去连工哦，才过来甲你看哦。多谢吼。我来，多我来。谢推爸啊。
贝贝啊，多谢哦。文弟啊，啊腿边手头都介红呢，你哪叫我收红包？推白啊，人真故意啦。啊，你若无甲收落来吼，伊就是讲咱嫌伊的红包伤细啦。有两天吼，咱才幸运就好啊。安尼嘛好啦。等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。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文弟啊，你今仔是安怎？咱拢咧定定唔讲话，是毋是有啥物心事？无啦，啊你逐工请假来陪我，阮公司的头家敢会对你不满？袂啦，就算讲公司无爱互我请假，但我嘛甘愿辞职来照顾你。但在我的心目中，哪有啥物代志比你较重要的？因为我知影你是我的好牵手，可惜我的工作时间歹按上，我都请不陪你。我心肝内感觉足歹势。本来我要安排一段时间陪你出国行行，看起来你等真久啊。你想遐济要创啥？我即马当希望讲，你会再赶紧恢复健康，赶紧出院。丽云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啥物代志？你讲看卖。我听阿母讲过，讲叫我辞职，警察莫做啊。丽云，啊你的意见？啊，你家己的意思呗？我做警察了后，我慢慢了解做警察这款工作的重要性。尤其最近社会治安遐尔歹，不但警察爱好好拍拼，社会大众嘛应该爱多多支持警察啊，安尼唔才有法度维护社会安全。丽云，我做这款工作已经愈来愈有经验了，但是要叫我放弃，是不是足可惜的？丽云，请你支持我好。文弟，我本来足尊重做警察的人，对你我更加尊重。你放心，我支持你。丽云，多谢你，真多谢你。来了呀，这个，所以啊，你让我原来。那遐尔行啦。无啦，啊，得阿爷讲吼，问题啊大病的时阵呐，互恁安尼咧关心，所以哦，一定爱甲恁说多谢一个。对啦，这一点仔心意啊，那就搁安尼啦。收起来，收起来啦。啊，问题啊出去啊吼。今仔下晡啦，恭喜哦！哎，恁过年就当团圆啊！对啦对，推过阿瑞啊，我今仔日用暗吼准备真济青草的，来阮厝食饭啦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唔免啊，阮阿母身体较虚，无方便啊。多谢恁呢。哦，对啦，啊秀英呢？收养到笑文后，带去出国游览。哦，真好命哦。即摆的少年拢安尼啦，敢若想着家己啦，连过年时也嘛咧出国。是讲吼，过年哦较无重要，上重要就是以后看要哪过日啦。有影啦。有影。来啦，内底坐啦，我泡茶啦。来讲啦，你来免啦。啦啦，多谢啦，我要赶紧倒来准备过年的代志啦。嘿啦嘿啦，阮嘛是爱款一个哦。对啦。诶，推过阿瑞啊，这个祝恁哦，新的一年吼，开春一切顺利啦。对啦对啦，恭喜啦恭喜啦哈！同款啦，啊，祝福恁哦新年快乐。谢谢多谢啦谢多谢好，啊，无阮来。嘿，多谢吼，来去啦，哈。多谢多谢，恭喜啊！
好休困。好啊。对啊，半暝啊，阿母叫我甲你讲，叫你入来困啦。对啊，你毋免着苦苦啊等遮伫咧等。伊若假是你的囝，无倒转来嘛是你的囝；伊若假毋是你的囝，倒转来嘛了咧。我无啥物期待，我敢若毋忙，敬伊一日。但别人对待你，就亲像你对我爱着才知影。原来是一种滋味，心已经碎，已经麻痹。看伊是毋是，搁参像我的来宝，就好啊。会啦，总有一天一定会甲你见面。入来困。唔通关门。过年了已经过了。12点过就正月初一。敢是？来宝，我毋是来宝，来宝已经死啊！你认唔着啦？你毋是来宝。那呢？是毋是你啉着了？这间厝我真熟悉，暗晡要叫我转来真困难。我今日来这，我是想要问讲，我到底是要倒来？阮是毋知你对倒位，但是照我所知影，阮某是伫迄个所在去捡到一个红圆啊，伊叫是讲是天公伯啊赐予伊的礼物，伊即世人，伊就安尼辛辛苦苦甲伊请养，来甲伊疼他，想袂到讲伊个心肝囝煞来失踪去。对，我拄才已经讲过，我敢若毋忘记来某一，即马已经记着。
感情受伤。看着你爱别人，就亲像你爱我，安怎拢？